火棒呢個帽已經係第二次推出㗎啦，到底佢同第一個版本會有啲乜嘢唔同嘅呢？喺呢條開箱片入面，我會完全咁話晒俾你聽。首先讚一個模具嘅變形咧，設計實在非常之咁出色，配件亦都係好齊全嘅，絕對係歷代 G1 款式入面最似模似樣、完美嘅一款。仲未訂閱我頻道嘅朋友仔咧，就快啲訂閱啦！除咗提供個自費玩具開箱之外啦，仲要提供準確嘅信息，仲有其他嘅影片類別。中意成日睇片嘅你咧，實在係不容錯過啊！講翻呢個火棒，相比起上個版本咧，實在有好多唔同嘅地方。上槍啦，由手焊接器、手鋸同埋領導模組都係上一作咧已經有提供俾大家嘅道具嚟㗎啦。背負住大電影86呢個頭銜，增加咗鬥士場嘅劍盾啦，更加有送埋呢個釣魚竿俾你，重現翻同 Spike 一齊釣魚嘅場景。嚟到本體啦，就講翻個色調上面係有唔同啦。上一版本係深啡紅色，呢一個版本係桃紅色。模具方面係完全一樣嘅，所以咧佢都有呢個護目鏡嘅機關。所有道具亦都係完全咁樣收留喺背脊啦。嗱，望上去雖然有啲啲咁樣嘅亂啊，但係仲好過就係咁劈喺度啊嘛。而另翻去前面睇，其實都冇影響到觀感啊，亦都冇影響到佢嘅站立能力。關節方面咧有調整過嘅，鬆緊度變得適中啦。可動方面用動作說話啦，你睇下呢個動作。車型方面啊，亦都有完美演繹翻動畫裏面嘅造型同埋佢嘅比例，硬係會有少少遺憾嘅，就係佢個雙膝咧喺個尾部外露咗出嚟。卡扣方面亦都有調整過，更加變得到位啦。不過佢本身喺變形對部件到位咧，已經係有相當要求嘅。咁變形嘅時候咧，大家就要認真咁樣看待啦。同樣載具模式咧，亦都係完整完全咁收納所有嘅道具。不過呈現嘅方式咧，就好似人哋搬屋咁樣啦。不過呢啲方面咧，實在唔可以強求，有盡量做到好咧，就已經好滿足啦。喺變形上面嘅步驟咧，真係要100%啊，整到到位，否則咧就牽一發動全身噶啦。整體而言咧，我真係俾足佢90分嘅，每樣表現都非常十足啊。除咗車尾帳咧，揾唔到任何半點不足嘅地方。要完好你嘅 G1 火棒呢個版本咧，實在無需要考慮太多嘅，出手啦！補完咗唔同時期嘅色彩版本，更加補完晒所有嘅道具。今次開箱內容咧就以上啦，中意嘅影片咧，歡迎你將佢分享出去，訂閱讚好，除咗支持到我之後咧，亦都收到最新嘅影片通知。多謝你支持，下次見。